第五處，耶穌在十字架上捨生。從中午開始，遍地黑暗，直到下午3時，耶穌大聲呼喊說：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有一個人跑過來，把海綿浸透了醋，綁在蘆葦上，送上去給他喝。那時，耶穌大聲呼喊說：父啊，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你手中。說完這話，便斷了氣。我自小響天主教家庭長大，但我細個嘅時候學業成績唔係好理想，而且性格比較內向，所以其他人都唔太認同同埋接納我，使到我變得非常之懦弱同埋自卑。由於學校生活過得唔理想，我好希望可以喺屋企得到爸爸媽媽嘅愛護同埋支持。但係我升讀中學嘅時候，爸爸媽媽就離咗婚。當時我感到好似俾天父離棄，我成個人好似跌入咗黑暗嘅深淵，經常怨天尤人，信仰亦變得非常之薄弱，開始懷疑天主對世人嘅愛係咪真係存在。好彩呢一段最黑暗嘅時候，我仲有朋友同埋老師嘅支持同埋關懷。慢慢我重拾信仰同埋自信，學業成績亦都逐步有進步。我唔再自怨自艾，響畢業後更加揾到一份幾好嘅工作，而且仲揾到我另一半，步入教堂，展開咗我一生嘅新一頁。就響我人生中最美好嘅時候，天主又好似再要考驗我咁。我結婚之後就患上咗一種長期病症，需要其他人嘅照顧。但係喺我最需要人照顧嘅時候，我竟然發覺我嘅丈夫出軌。喺呢個雙重打擊之下，我嘅人生跌入咗谷底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我想起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捨生嘅一幕，佢去天父咁樣呼求：我嘅天主，我嘅天主，你為什麼捨棄了我？嗰時嘅我同樣向天父呼求：我嘅天主，我嘅天主，你點解捨棄咗我？我不斷質疑天父，點解俾我咁多嘅試煉同埋不幸？我實在冇辦法接受，令到我嘅信仰再次受到動搖。既然天父離棄我，我亦都唔再相信上主。從此我就築起一層厚厚嘅圍牆去保護自己。喺我過咗一段唔太如意嘅人生經歷之後，我再次遇上人生中最大嘅試煉，就係我嘅丈夫正式同我離婚，而且因為病情嘅加重，我嘅生活變得非常之不便，我好似失去晒一切。嗰個時候嘅我，只係會每一日咁怨天尤人，我心中嘅痛楚非常之大，我滿載住仇恨，失去咗人生嘅希望，我唔想再面對任何人，所以我變得更加孤獨無助。就喺呢個時候，我唔知點解將我所有嘅怨恨同埋痛苦向上主表達，與其話係表達，其實係一種質疑。隨即向我腦袋中忽然聽到一把聲音同我講：痛苦既係人生最大嘅悲傷，亦都係最珍貴嘅禮物。此刻嘅我認定呢一把係天主所發出嘅聲音，原來佢一直喺我身邊，冇離棄過我。之後我每日祈禱讀經，慢慢開始明白天父係唔會離棄世人。耶穌捨身被釘十字架，係因為對世人嘅愛同埋救贖，而我亦都慢慢開始接受痛苦係人生嘅一部分，係可以使我哋成長。相信天父對任何一個人都有自己唔同嘅安排同埋計劃，我哋需要嘅
係信賴天主，並且將生命交託俾天父，接受生命中嘅痛苦，同埋寬恕自己，寬恕曾經傷害過我嘅人。咁樣做，我哋先至可以讓自己釋懷，而且再次睇見人生嘅希望。主耶穌基督，你一生實現咗你同埋人同在嘅事實，你竟然同我哋一樣要經歷死亡。啱啱福音話俾我哋知，你面對死亡嘅態度，雖然要接受極致嘅痛苦，但係都冇中魔鬼嘅圈套離棄上主，緊靠上主，將一生嘅經歷交俾慈愛嘅天父。喺反省嘅故事入面，我哋聽到信靠天父嘅人，雖然陷入黑暗之中，但仍然有重見光明嘅祝福。主耶穌基督，我們的救主，你用你的經歷啟示我們，要信任天父，並和你一起活現天父的旨意。感謝你今天透過聖經的話和幾位青年人的反省，在我們的苦惱默想和祈禱中，讓我們明白你走人生路的一些經歷，意識到你時刻陪同我們，叫我們不要在艱難中失望氣餒，並明白到在照顧和關懷親人、朋友及有需要的人之時，可以和你一起活出天主父救恩的計劃。我們衷心感謝你，讚美你，你和聖父及聖神永生永王。阿們。黑夜之中放光明，救主基督是明燈，罪惡成亡，從此世灰暗消除，見照晴的盡顯又藉全情，恢復身心氣莫名，棄絕邪魔與誘惑，齊聲歌頌上主名。黑夜之中放光明，救主基督是明燈，罪惡成亡，從此世灰暗消除，見照晴。耶穌寬仁普施恩，塵世裏情亂紛紛，十字聖號為標記，解凍諸聖日日新。